每一年5、6月啊是毕业的季节。在美国纽约西州有一个五胞胎，在当地是读同一间大学，而且嘛是在同一间出业。虽然讲因读的科系是无同款，不过拢摕到专业的奖学金。另外，在佛蒙特的州立大学，有一只长久以来拢在学校内底走跳，而且真亲近人一只猫仔，是真受大家欢迎，嘛得到学校颁发荣誉博士的学位。And this is Max. He's been the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for Castleton for about 4 years now. 在美国佛蒙特州立大学卡索顿分校，普通时在学校内面会当看到一只好伴鸟麦克斯4月伫咧巡，学生要甲伊摸打翕相拢会使。麦克斯就住伫咧附近，4年来逐工拢来学校散步。伊个性稳定友善，老师学生拢真喜喜。今年毕业季，学校要颁予伊荣誉博士。It's been kind of crazy, but the students love him. The administration. I mean, he's been on the dean's desk and he's been on th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desk. He just goes in and makes himself at home. 最近麦克斯伫咧外口互野鸟攻击，所以较无来学校。学生因就自动自发要来甲伊保护，定定传简讯甲主人讲，伫咧都看到麦克斯，即嘛伊真安全。天暗了，还会送麦克斯转去，互伊的厝内人真感动，也希望这段情谊会让长久继续维持落去。He's special. 另外，伫咧纽泽西州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是出现真罕见的五胞胎同一天毕业。保护洛斯家族3男2女五胞胎，20多年前7月初4，伫咧同一天内面，前后差几分钟出世，也伫今年5月13，即阵摕到大学的毕业证书。虽然5个拢读无同的科系，不过五胞胎的表现正赞，拢摕到专业的奖学金。因的父母1988年自意大利来到美国，因讲饲五胞胎是香港美丽高混乱的一段经历。今仔日做伙自大学毕业，也是父母的骄傲。这届大学的毕业生4年前因为疫情封锁，拢无法度参加高中的毕业典礼，即马伫亲戚朋友的见证之下，完成大学的学业，人生进入新的里程碑。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